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到台湾的后山台东，连滚啊刚落大雨，洪英里积水是积甲大人的大腿遐尔啊悬，道路拢变溪路了。有一个爱洗油脂的太太无法度撩水，是厝边包合济，甲光出门送去病院。在地乡亲讲，因的地头地势较低，只要落大雨就会做大水，即个已经是淹水淹3天了，真无奈。 40个人做伙将这个负责人甲抱出来，有人摇雨伞，有人扶伊的脚，真实地行过积水的路段。长辈要去洗肾都没有办法走出来。水淹到超了大人的脚肚，要去洗油这个负责人无才调家己行，只好挖靠厝边隔壁。遮悬啊！啊，即摆厝内底拢水啊！拢啊水。 连续落过港大雨，台东洪英里淹甲真严重，居民真无奈。昨多拼线尔，今仔日透早又搁拼大雨，水又搁灌入厝内，先拼袂了。另外一边，毛乡亲要去病院，不过乌多摆骑袂过，只好用牵的。车路淹甲变一条溪，乡亲要过拢爱撩水。 水淹到恁坑，有真侪乡亲伫厝门口放真侪沙包，要挡这水。现在淹第3遍了，这边变成低洼，当成滞洪池吧。退水很快，主要是所有水都汇集在这里啊。台东洪英里因为地较低，加上排水设计不良，变啊落大雨就灾情，连续淹3天的水，和在地人真正是有够艰苦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